觀眾朋友，睇下擺嘅福起來一開始看到嘅影片，係我哋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喺平陽1936文化基地客家館推出嘅客家文學特展，就喺前方那個22歲嘅客家。你今日福起來，都邀請到也擺特展嘅一啲策展顧問總評人告訴我，喺現場有人分享過，到底也會展覽地部嘅內容嘅主題，當初係用喺隔天嘅同時，一作家。係用嘅隔天呢，我哋馬上歡迎有來賓，我哋總評人告訴你好。主持人好，我哋電視機頭前呢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屏東大學嘅先生，我係很多總評人，我係屏東呢輩人，大家好。從一擺啊，喺一個會特別咧嘅客家文學特展，現場嘛喺國文嘅現場嘛，不是做也俾特展嘅顧問我因為相當適合，但是我就想過，也俾名嘅做乜按到就在前方啊個22歲嘅客家做也擺特展嘅名啊。一個說明一個之前吼，我想喺先收嘅有兩個人啦吼，一擺特展嘅吼，因為屏東嘅客家文學嘛，一特展嘅個乜個現場嘅設計吼，視覺方面嘅吼，係一個林愛珍老師，呀文字嘅個線方面吼，還有封面一個作家啦，錄音一條吼，係一個翁真霞老師，我係擔任一個特展嘅顧問啦吼，當然一個名稱吼，我哋經過幾擺討論啦。主要就係我哋客家吼，睇我哋屏東平陽鄉嘅分布吼，可以講由北到南來講，像對果樹啦吼，從此啦、林樂啦，到我哋竹田呢埔嘅灣滿，吼到新埤嘉東，可以講係一個帶狀分布，吼我哋一路我哋下來，我哋屏東平陽鄉吼，我有8個鄉鎮，我頭看吼，一天係太湖山，吼等於一個等係保護我哋嘅太湖山。還有我哋屏東平陽鄉，我哋8個客家鄉鎮吼，有幾多對我哋幾好嘅河壩，吼，譬如講東港海，吼，還有一個愛寮溪，佢嘅支流呢，就差唔多我哋嘅龍江海，對我哋呢埔嘅流到竹田，拐過南埔下去路林邊海，吼，嗰時候我哋嘅也可以講屏東平陽鄉嘅客家鄉鎮啊，吼，這是喺山長水綠嘅好所在啊！嗰時我哋咪講22歲嘅客家，佢就在前方吼，佢一位用一個名稱吼，一方面就係我哋喺屏東讀到客家人，唔記客家莊，就會見講，嗰頭前是有竹田哦，嗰頭前是有灣滿都多嘅吼，嗰度客家莊，其實我哋就按嚟連綿不斷按嚟下去啦吼。嗰時候佢就喺前方，就講我哋一次其實某個人嘅所在，就按頭前是全部都係我哋客家莊啦。還有一個意思吼，我哋先想講啊，要擺文學特展吼。唔係睇嗰條前是，係有一個向前看嘅意思，有一個未來性。如果唔係睇我哋見家一個作品，以前從對後以前都見家，我哋要有一個未來向前看，按嘅意思嚟嘅。嗰時我哋講出喺前方，我嘅22歲嘅客家係按嚟來嘅啦。其實有咩名嘅東西，嗰陣其實有幾多嘅意思喺地方，係就像同事先生講嘅，喺度前面啦，我哋都睇喺前面啦，客家莊喺前面係冇唔錯，係真係按嚟，係對我哋屏東人，我如果對高雄嚟看屏東嘅話，真係都係按嚟。錯。但是講到有位文學展，因為其實我哋有看到幾多嘅文學展，嗰時當初接到有位工作嘅時候，要想嗰個，咁有位策展嘅方向係樣啊，因為一般嘅文學展有幾多形式嘛，要想嗰個，用個形式去展現。一般嘅文學展吼，個靜態，個點，可能都書標一個，基本書擺一個，又想各地方有啲乜嘅文學鋪頭啦、詩人鋪頭啦，仲一講哦。但係嘅文學作品都係能點點睇嘅。啱係出名講，係要呢種文學嘅東西啊，本然咁落個抽象樣嘅，嗰陣同我哋成塊嗰陣有距離啊。我哋就想，其實我哋文學地位像我研究文學嘅，我就嗰深刻感受到，文學其實係描寫我哋人生咧，表現我哋人生咧。咁我哋客家作品地位，嗰度係寫我哋一塊土地，我哋係一成長嘅地方。還有呢，我哋一塊土地上嘅人嘅成法，我哋客家人睇下土地上嘅成法。嗰時候我哋就想，我哋係咪對一個文學作品地位寫一個同我哋成法嘅土地，如果我哋講地景，地景文學同我哋成法一塊土地有關係，還有同我哋嘅成法描寫我哋成法內容嘅一條作品。
來呈現出來。嗰時我哋有一個想法，就講文學勝於體驗，勝於身份。文學成於地景，再成於生活。安尼面向用個方向來策展。安尼我本人感覺到有多重嘅面向啦，唔可以按誒嗰按點啦，按點線，還有我哋面到除了安尼點點嘅安尼方向以外，我哋後面可以加我哋聲音入去。安尼看得到作品，有聽得到聲音嘛？安尼感覺到嗰啲題啊，按照安尼方向來策劃，安尼規劃一個一次嘅展覽啦。係，因為吼，從一般來講啊，文學體展你從頭到現場講嘅，然後你真係幾本書，有啲人講啊，那個作家壓陣，問題係基本唔看書，我都看人家作家啦。而且因為而家人看文史嘅嗰種。那種詩書啊，吼，已經冇玩到。玩到誒！你都表現人強人吼，一翻一本書，你看佢一段，而他看佢一路翻，佢都轉頭都正誒。係，嗰個好多時候按你講，我發現到我係冇錯喎。其實人家知道用幾多年嘅方式去推廣啊，係真係上癮來看。嗰種已經有講，希望講啊，等於文學體檢還有身法，吼，也有上面一啲元素誒。佢最主要嘅主題有喺度咯。我哋想吼，我哋想誒好多方向啦吼，但是想一個展出嘅方式啦吼，方式如果23方啦，一個文學作品，第一個就我哋講一生一世一客家，吼，也係一個主題，我哋選嘅什麼主題啦？一生一世一客家，吼，就文學作品加嘛嘅喏。我哋都想，用嘅本意，一文學作品本意唔係讀文史，按杜甫嘅作家地方有個我哋邱才燕老師啊，千位入樣咧，吼，伊都翕咗千多相片，伊杜甫嗰度翕嘅我哋屏東嘅地方建設嘅相片，我出面講一生一世一客家，我哋後面可以用邱才燕老師作品，我去表態變成一個背景，吼，當好呢都寫同一體檢有關嘅文史，吼，同一文學作品。表上去，還有呢，我哋想訪問作家，有一個作家相片，還有簡單的作家手記，表上下，一生一世一體檢，就可以用一點作品，我哋可以看到嘛，以下嘅內容，像我哋客莊嘅風情，又可以看到實際嘅相片，有作品嚟嘅，有相片嚟嘅，又有作家嘅身影嚟嘅，三處我哋多年咩，天嘅主題我哋就想係一個。我哋客家好時光，一個好客家好時光呢，就係我哋嘅成份內容哦。我哋成份內容幾多啊？我哋面上成份地方，我哋可能食東西啊，剃頭拿毛啊，看天樣啊，有幾多做幾多年啦，我哋就先講，一個客家好時光，就先一條同我哋客家日常生活都有關係作品來呈現，第三大主題呢，我哋選呢，係我哋客家嘅聲音，做乜會用聲音咯？因為我哋講，我哋客家文學作品，係假使講用我哋客家話來念我哋客家嘅作品，係咪有特別的一種特殊嘅感情？嗰時我哋都選呢一個寫來上，一個寫來上，來寫來上音都來讀客家嘅詩啊，可能有咪拖磨啦，寫來上音呢，我唱作家，都來讀一個小說啦、新聞嘅作品。嗰時到現場嘅時間。他可能來看一個3方主題，又看得到相片，實際嘅建設，地方建設，也看得到一個文學嘅作品，又看得到作家。義工還談得到，我哋有客家聲音，聽音客家詩啊，客家其他文學作品，嗰時候有按多種安尼，我哋講一個立體的呈現，希望按多年的方式來，能夠有賞有色的，有樣，真的是有賞有色，也都按嚟上嘅啦。因為我入邊真的有去看，我發現到講，你真的考慮到幾多情形，因為你講嘛，有時些我哋看一啲文章地方一段。反正講情景描述的時間，我哋可能唔係幾時台嘅人，唔係幾總體嘅人，有時我哋冇辦法去想象到一度嚟講乜嘅東西。但是我有擺都看到一啲從頭到現場講嘅一啲剃頭阿毛嘅嗰種情形，嗰種情形我哋已經幾久冇看到，但是一路嚟講，學嘅剃頭阿毛嗰種，看到誒，係啲幾時節過去嘅一啲最強嘅一啲時光，同時喺文史裡邊有講過一件事情，同時嘛佢有一啲最現實嘅問題，就講有啲人看到客家文，有啲人係用客文史寫嘛，有啲人所講係用法文史寫嘅，但是而等透過時間，
冇辦法用客家話去講，然後可以用法文去讀。嗰種感覺到嗰種感情都有一些差嘅。嗰種感覺講，有真係可以談到客家話去讀嗰段文字嘅時候，你都發現到個啊，原來提議談到嘅東西都幾冇共用嘅。有樣。真是嗰種差異都真係有差。嗰種廣東入邊觀眾朋友都發現到講，其實因為雖然講係一個客家文學嘅特徵，但是以後嘅呈現嘅方式與幾多樣。有時候我下一段節目我話嗰度嗰精彩內容哦。翻過來福起來耶！上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大學中文系嘅總評人教授，同時嘛喺廿八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客家文學特展嘅特展顧問來到嚟現場，同你分享講廿八文學特展裡邊有個展覽嘅方向喺哪度。將好多時常已經講到有啲三個方向嘛，嗬。但是最重要嘅廿八嘅作家係點突出來嘅？廿八作家哦，講起來我哋讀作家嗬，反而幾多見討論啊，冇錯。因為我哋客家作家其實青島呢，因為客家人幾多幾多教育啊，嗰時候幾多人會寫文章，但是我哋們基本結合我寫嘅新編綠對鄉土誌嘅時間，可以寫現役嘅客家文學家嗬，客家結合我都經考慮，很多人會寫文章。我結合請教嘅教育經驗嘅彭水劍教授，伊講吼，因為要認定一個作家一個身份啊，吼，最少要出版過一本書，吼，一本書係文藝性嘅作品，唔係嘅學術研究。我哋客家人簽會讀書啊，簽到讀博士嘅啊，佢讀學術研究。伊講嘅學術研究唔算文學作品，佢所謂文藝性嘅作品，而且呢要出版過最少一本書。嗰時候也都差唔多代表性嘅問題啊。嗰時候也俾我哋先嗬，一方面都對我哋嘅藝寫，還有我哋客家又出一個屏東文學史，亦都有客家文學。佢客我都有一本書以上出版嘅作家，列得好多。但是我哋係要選其中最有代表性嘅，嗬，也係提嘅要有代表性。啊，第二呢，就講要有完整性，嗬，乜嘅完整呢？就講，因為我哋要簽到一個作家，我哋要拜訪佢，嗬，還有我哋寫嘅文字要幫佢確認錯啊唔錯。最主要我哋係要請佢書籤本嚟嘅，嗬，有書籤本嚟，咱可以展出啦，嗬。有的作家可能過幾廿年前都過身嘅。但是伊還有字啊，吼，伊還有可能也婦人才啊，我哋係可以搶伊書籤本嚟嘅。嗰時候有個可完成性，像有個嗰農學，我哋親手喺訪問有個徐和林老師，以前會寫詩，伊都會跨越的一代。以前屬日本教育，啊過來到國民政府嘅時代，又重新學漢文哦，重新去寫作哦，一千上萬寫作，過來出嚟好多本書，但是伊過身好多年呢。其他工資吼，90人歲呀，義工個配呀，嗰時候無法度完成。如果按短的時間底部簽多幾人啦，完成一個錄音、錄樣、訪問，還有其他嘢書籤一個工作。嗰時候我哋只好割愛啊，吼，嗰時候也俾我哋寫了20位作家，50篇文章。就講第一個有代表性，第二個可完成性，我哋話嚟寫。但是也幫我們看到講，其實我哋喺顏子文先生。二萬一線呢？咁顏子文先生係一個音樂家呢。一擺吼，像邱才燕老師同一個顏志文老師也個特殊哈。但是吼，顏志文先生伊個歌詞啊，伊寫按佢音樂家啊，但是伊也做唔但作曲哦，伊係填詞。伊個歌詞都真好嘅詞啊，吼，也係點啊，因為也個冇問題吼。天意都係按邱才燕老師，又出版我哋散文詩，係唔一樣啊，有寫散文出版，嗰時候也個伊係一般同我哋傳統音聽呢作家咁冇共同嘅所在。嗰度我哋咧邱才燕老師對呢個嘢咩影響嘛，用一批有文詩嘛，文詩又有詩。咁因為好多時人講安度嘅叫，我哋講所以用伊啲標準去成廿八嘅伊啲作家嘛，但是作家地方也俾。文學嘅嗰種類別幾大啊，咁能按樣我去整理，冇得講去統整一啲我作家嘅一啲作品嘅類別咯。一個行我哋差唔多分好多類啦，嗬。如果按照嘅
文學嘅文類啦，第一個就詩嘛，第二就小說嘛，第三就散文啊，還有我哋嗰啲書有兒童文學，還有一個報道文學，好。呀方面呢，我可能了解一下有啲作家啦，從詩方面嗬，最主要嘅就從鄭貴和醫師，嗬，當嗰時呢度嘅，還有陳能貴先生、李玉鳳先生，還有我哋嘅林清泉老師。還有從係哋一個屠呦叢先生也寫過多詩哦，嚇，還有一個國後上一批嘅，像劉志文先生，還有一個羅秀玲先生，一定有新詩嘅寫作嗬。小說方面嗬，最早嘅當然係鍾理佛先生啦，嗬。28歲前喺啲屏東，不是我哋係商業屏東嘅作家嗬。還有像我哋客家用客話寫小說嘅李德福先生，嗬，寫錢有國。還有最近當然最有名嘅寫歷史小說嘅李旺台先生，還有我哋一個後批嘅國後上嘅年輕人哦，陳凱琳先生。陳凱琳先生喺我哋屏東太好畢業未哦？學我哋中文咧畢業未哦？我特別講一下，我係教過佢哦。好，過來嗬，散文方面啊，散文方面寫最多嘅，我咁提嘅就鄭寬老師，好。聽日就曾希裳先生，一定寫許多散文啊！還有個早期嘅彭清春先生啦，嗬，還有像個邱彩燕老師，後生嘅就一個杜虹路，而家名他們都謝桂珍，哈，而且我哋平口台博士哦，而喺墾管處工作啊，佢說一寫過多嘅自然書寫嘅方面呢，佢有特色，寫十分好，哈，也係杜虹老師。兒童文學方面嗬，有兩個大家啦，嗬，一個就以前我哋平時副社嘅先生，退休嘅先生，他們都彭喜修先生，一寫青島兒童嘅詩，嗬，兒童詩，還有一個就阿炳哥啦，鍾正斌先生，他嘅老弟啊，一寫青島童謠，青神氣，青神百花，青同嘅聲音嘅神法嗬，寫青好，讀起來都朗朗上口，都唱嘅嗬，馬上就有超韻嘅條啦，嗬。過來都係報道文學方面，嚴格來講係限兩個人，一個就係樂隊文化研究學會嘅召集人嘅鄭彩金先生，而潘日嘅樂隊雜誌，還有而熟悉嘅嗰度高中啦先生退休嘅先生，編係青島客家文史方面嘅書寫，嗬，也對推展我哋客家文學千有貢獻啦，嗬。還有一個就也係阿炳哥啦，樂隊而潘日樂隊豐原雜誌翻嚟40年咧。哦，一定提供一個千好嘅發表嘅樣體，嗬，樣體。如果我哋客家作家嗰度寫嘅文章，都先透過都有啲雜誌，嗬，一定都累積咧，安一部分以後嗬，亦都出版書啦。不錯，有兩位嗬，鄭彩金先生同鍾正斌先生，我認為講對我哋樂隊嘅客家文學，伊嘅推展推廣有十分大貢獻，嗰時候也係我哋一擺策展方面嗬，有到嘅有兩位個重要嘅個有貢獻嘅人。嗰時一擺一作家嚟看方來嗬，其實伊沒用時態來分，嗬，因為有啲文學嘅一種，其實會講某個戰後文學啦，某方面，你這個沒用嘅一種文學嘅類別來分，係嗬，但是伊係用更加係用一種甚至伊更加係。以專長表現的嗰種文學嘅類別，但是每年都現在有講到講，也擺鐵站有啲最重要一個係啲文化體驗，體驗同有啲成分。咁一部分一樣嘅同有啲作品地步去做一啲結合咯。簡單講，你講，你用嘅特殊嘅作品地步，哪一套文史來代表？如好彩，我哋之前有聽一個主題啦，我如先文史一個文學作品裡邊有講到體驗咧，還有文學作品裡邊有講到我哋生活內容嘅，對我哋去寫，我哋就比較容易，希望一啲內容按到啊，嗰種我哋寫嘅時間，譬如講體驗方面，我都舉例來講啦，嗬，從我第一開始，我都先嘅太湖山。因為把啲鄉鎮我頭就太湖山咩嗬，嗰時候我發現我哋作家地位嗬，像鍾理佛，佢嘅小說地位，嘅散文地位就會提到太湖山。顏志文嘅歌曲啦，還有鄭貴和先生嘅詩啦，又提到太湖山。李德福先生嘅小說也講到太湖山。像太湖山嘅文史啊，我都做得提出來。我在對有北到南嘅時候介一下，我哋也把介紹體驗我寫出來啦，嗬。像個有對嗬一個古書方面啊，我哋先到太魯館，介紹太魯館咧，還有一個鍾理佛故居嘅，有寫到安尼文學作品。前對嗬從此啦，還有一個聯絡啦，按都嗬。
曾蔡金先生就有介紹到我哋從事火燒狀嘅天命故事嘅由來，還有寫到嘛個呢彭清春先生，伊都是介紹到聯絡火車站，吼，也就從事方面哦，屏東嘅終身公祠啊，吼，曾禧上先生嘅生活有收介到終身公祠，幾多大嘅獎，吼，伊有意義啦，總對都昨天哦。昨天好多建設做得寫，吼，像個昨天咧個火車站，李玉芳嘅實錄有寫到一個所在，一個太太講啊，吼，太太講像其中一個太太講，我哋咧鄭坤先生用散文來寫，我哋咧屠呦叢先生有寫一首關於叢嘅詩，講太太講嘅當時嘅好8歲，吼，還有一個像後對路我哋你不會啦，吼，你不會路我哋路街路上最有文化，路唔路跨對面啦，吼，崇禮寺啦、媽祖廟啦，吼，係你鋪路街係市場嘅，吼，安尼，哎呀，蔬菜吼拄好歸拄好嘅，李德福先生，都寫到以前嘅市場，嘅市場裡邊哦，按多年去買東西，買按多東西。拄好嘅李玉芳老師，你哋課喺小說咯。李玉芳老師嘅詩吼，都寫到買菜嘅人吼，拄好也兩個夾窮下咯，你會路街嘅情況啦吼。個劉志文先生吼，一路寫個崇禮祠吼，寫到也崇禮祠。屠呦叢先生一路用詩歌來寫個你埔路街嘅景色吼。萬萬也蔬菜吼，萬萬主要就五溝水寫最多啦。一個羅秀玲啊，還有鄭坤先生吼，寫到萬萬的五溝水寫幾多蔬菜，還有李玉芳都吼也有用一個詩吼，都寫萬萬的雕刻，吼寫到一個蔬菜。後對一個做對路家東啦，新鼻啦，新鼻都係陳凱琳先生，伊也小說。哦，寫幾多新鼻嘅太婆鳳啦，吼新鼻嘅嗰種乜個西瓜，咩嘅成塊鳳，天見方面都係西瓜料啦，吼講嘅種西瓜，穿嘅錢來起嘅太婆，吼又有寫到。個家東方面唔是講嘅鄭醫師嘅啦，鄭國有醫師嘅作品十分多，吼全部嘅原鄉野河地方啊，寫樹嘅，我哋講嘅乜個莊稼松柳啦，小家古厝啦，吼，還有一個楊氏宗祠啊，一個吼，全部都有寫到，吼一時地方寫幾豐富嘅內容。也差唔多體檢文學安尼方面，我哋寫下掉。嗰種嘢啲體檢方面，我哋用文學來去表現到我哋六對嘅體檢嘛，嗬。嗰種其實除咗體檢上面吧，有一啲都會講到嘅動靜嘅時光，或者身法方面。咁一篇寫出來嘅文章有哪一條呢？下一個節目我哋馬上講，休息下哦，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大學中文嘅總編來教書，來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一擺喺屏東嘅一啲客家文學體驗嘅類片，從頭都已經講到講我哋嘅文化體驗嘅類片嘛，嗬，咁一擺神話嘅片嚟咯，動靜嘅時光嘅部分咯。係動靜嘅時光主要出現寫嘅文學作品裏面有想我哋日常生活咧，嗰次咩我有個部分嗬，因為我哋成班內容幾豐富嘛，嗬，係咁我最有特色嘅一個就係我哋食東西嘅，嗬，飲食記憶。譬如講，嘅李旺台先生吼，佢嘅希望片啊講過，結婚嘅時間我哋搶銀客啊，吼，嘅食嘅東西，吼，搶銀客嘅東西，吼，同配得出佢冇同樣嘅，吼，譬如講一天有冬粉，吼，人好多人炒米粉，我哋係炒冬粉，吼，係個鐵樹嘅，如果要比較用嘅，吼，係有嘅，我即個碟嘅肉鹽，吼，嗰種肉鹽糖，亦都一天有嘅，係有一種吼，像我哋沙貝用嘅，切一片一片沙貝用嘅，去蘸醬啊，吼，一個。還有一個係個特殊嘅吼，伊講還有一個黃梨炒豬皮啊，一個配得出群模式嘅，但是我哋搶銀客一天有哈。還有一個像陳凱琳吼，都講到也婆啊，用嘅燜嘅鳳肉，唔係普通安尼一啲量太豬肉哦，係太鳳肉哦。
雞啊、鴨啊、吼豬肉啊，吼，嗰度一層一層貼上去嘅，嗰種青苔黃嘅，嗰種青苔黃嘅鳳肉啊，吼，嗰澎湃嘅，啊像個曾寬老師有寫到安尼用來做筍乾啊，吼，啊彭希修先生個奇妙有寫到安尼是點心，伊講水流動嘅麵包板，特別講到麵包板一香一好食咧，吼，啊還有一個。我們生活方面啊，像總理府就講到，他個人看醬，個醬通的去開水啊，吼，個曾寬先生都寫到我們剃頭啦，吼，個剃頭店的頭家講，呀剃房吼，說這每一個人頭都愛剃的吼，像個呂玉芳老師也都寫到我們魚市場的昆出巴戲，吼，昆出巴韓式時節的昆出巴戲啦，還有李旺台先生個小說裡邊有寫到我們，加米粉小幫有嘛，我們去昆棒球，吼，你講昆野球啦，啊，邱彩燕又講到去昆個小可，吼，你講小可嘅情形，啊，像李德福先生啦，還有李旺台先生，因為日常生活農家生活裡邊，用嘅去種香蕉啦，吼，個檳榔啦，一竹筍啦，一就全部有寫到，只是同我哋生活是個密切嘅關係啦，吼。啊，過年節方面，曾貴和先生講我哋一拜33過王廟，呂玉芳老師實錄寫到我哋平常時會去拜白公，吼，還有一個創業嘅涂耀松先生，如果我哋拜白公，我哋客家嘅盤花，吼，嗰啲樹嘅，唔係嘅紅嘅地方要插嘅花哦，係一盤細細盤嘅安尼嘅盤花，吼，還有拜伊幾把遐用一個神殿板當吼，好嘅盤花，還有個陳奎裡面嘅小說地方寫到客家人瓜子嘅情況，從嘢就全部都同我哋生活個密切相關嘅。咁樣客家文化地方又喺我哋個特殊嘅個有意思嘅所在。而且我講好參與一條作家去記錄到一條日常生活嘅東西，因為其實有啲東西我哋當時冇辦法去，譬如說翕相嘛好，去錄像嘛好，做到都唔講嘅창의學嘅哦。啲黃梨草主戲，我實在是完全是一樣嘅東西，因為個主戲啊紅了，我講你浸過水嘅你先知啊嘛得味哦。可是但是你睇你一講翻，我都想講啦，完全是有一個記憶，但是我冇記下來。好彩有一條嘢，唔敢記錄到大看野球、米粉棒球，哈，然後反正以前창의學時間是創業，因為一條文學家把一條生活地方一種最重要嘅事情記錄下來。比如我哋後頭嘅人，還有基礎嘅人還記得，冇法都真係都看到一個文字一項其實嘅生活。像這個係一個中文嘅一個教書吼，你讓我一看一個客家文化特產嘅一個講到一個展覽嘅意義咯。要不然我講起了，十分感謝一個我哋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做得辦一個很有意義、很有價值的一個特展吼。因為我感覺到文學作品吼，做得代表一個族群，佢教育嘅水準啊，佢文化累積啊，吼，文化程度，還有一般生活嘅水準。有文學作品嘅族群吼，絕對係個優秀嘅啦。啊，我自家睇到文學作品嘅感受吼，我感覺到客家文學作品對客家來講，可以講係一種文化嘅重生。因為我講咯，因為我感覺到文學家吼，我做文學家，其實伊同平常就冇同樣，而且我哋講觀察力特別好，嗰敏銳觀察力，所以伊可以對普通嘅事情地方吼，伊都可以看出呀特殊性，譬如講人物啦、事件啦，也算講嘅地方嘅景色，伊可以看到嗰種特殊性，啊用伊嘅有文學嘅筆去寫出來變作品以後。咁我哋通過一條作品，佢自然我哋就會受其影響，我哋會聽聽佢哦，去探索、去了解我哋自家生活嘅世界。還有呢，我哋就會佢自然會聽到人家作品，去特別去 TV 啦，去感受我哋自家歷史文化。哎呀，係幾奇怪、幾奇妙嘅一個現象啦！文學作品就有安尼，人講影響力啦。嗰時候，我通過作品以後，我再多種來看我哋平常日常生活地方，看一個平常嘅東西啊，將來看一個路街啊，看乜嘅本來個平常嘅。通過作品以後，再多種來，呢度平常嘅見聞嗬，一下就有新嘅生命哦。還有我哋呢文化啊，我哋生活嘅我哋呢文化內容，就有新嘅生命同新嘅意義。嗰陣係感覺到客家文學作品啊。
對我哋客家來講，這是一種文化的重生啊。當然可能按你講係18體抽象啦，吼。我想講伊個陳桂豪先生的作品吼，其中的機器化，因為我哋一開創的時節，我哋係用6對客家人做開創。因為我有人，能有文學作品咩？哦，假如而家6對客家人作品，地方有機器化，係咁多貼片簡單機器哦，都同我哋咧一個如果英語嗬寫出來，我簡單念一下伊個作品嗬。伊講田墩含笑樹蘭野鶴同桂花香，就潛得到客家人嘅落下。愛花香有群腔嘅羅通民族。好特殊又親切的客家人，一段話吼，就是我哋看客家莊，就是啦，目前目標啊，唔係做含蓄，吼，我哋講含蓄啦，吼，還有唔係做桂花，咁麼樹蘭、野鶴，也都係你不時看得到嘅花，有為種安尼花，當然嘅天內都說到清清嗆嗆啊，伊講我哋有個好特殊，又好親切。還有呢，我哋係嗰群腔嘅羅通民族，嗰簡單機器化，都同我哋客家人做定位哦。哦，我都問，只是我哋看客家莊嘅情況，係看我哋隔壁嘅一個叔伯用啲姊妹，只是呢，他人嗰群腔，吼，他人就嗰愛食東西，還有像係看鄭群先生嘅作品啊，伊個作品寫5-9歲，伊雖然寫5-9歲，其實係我哋所有客家莊頭嘅一個。分樣啦，吼，像以前5-9歲講，5-9歲有個東港海嘛，還有嗰度福流水，嗰所以講3鋪一些橋誒，5鋪呢就一個太火房，啊啲火房地方吼，收到清清嗆嗆，東西吼全部數到好些，啊我哋客家莊頭差唔多就係安尼啦，啊如果講提個按點青誒個蔬菜啊，本然咁多安尼行喺地動啊，都可以爽快，按點青。如果說伊對個客家莊地方可以感受到嗰涼山的一個我哋客家的民風啦，民風特色吼。還有下寫到我哋客家火房地方，唔行入去看，同河同一個門堆地方東堆，佢寫講起來起伏伏每家人嘅個火房地方呀，同樣一個特色，寫到我哋客家人的精神，乜個精神呢？我哋講敬天為主，勤耕雨讀。刻苦耐勞，一個敬天為主，也聽到人講，我哋一天敬天公，拜我哋咧阿公婆，吼，拜天公敬祖先，還有呢，我哋講兩件事嘛，一代人就忠誠好子啊，兩件事都係強剛毅拓，吼，鋼鐵脫俗，一路我哋客家精神啊，啊每一個人是苦耐勞，吼，我哋一路嚟來安尼行。老蔣設施啊，行到更加啦，吼！嗰種人講啲客家精神，喺文學作品裡邊，全部唔脫嘅，都自然會感受到。嗰種人講對啊，兩件，不管詩也好，散文也好，唔脫嘅以後，對我哋客家文化，就有個深刻嘅了解，吼！對我哋客家文學作品來了解我哋客家文化。嗰種講，一個客家文學作品對客家來講，真是係一種文化重生啊！係咁樣係個有意義嘅。這是我感覺到我哋屏東縣客家事務處吼，這是佢有眼光啊，派一擺去展啊。因為唐都入邊啊，我發現到，真是其實我一擺去展我咪有看過吼，我發現到講，伊唔單是同一般的嗰種文化展覽冇同樣好意思，我哋講，只是把我哋講精華濃縮，然後同時用幾多樣的方式來呈現。佢所講就講，唔係我哋客家人來講嘅話，你希望講我哋觀眾朋友去到一個特展地方。如果有樣嘅一種感受啊，你這個太有上到。我當時個希望吼，因為我哋講有聲音嘛吼，也有相片嘛吼，啊又有文字嘛吼，又有作家嘅相片嘛吼，又有作家嘅介紹嘛。啊，我哋從先希望講啊，俾一個有一個立體嘅感覺，吼唔係平面咧。還有呢，如果一個幾好看，吼，會上癮看，還有一個現代感。感覺到我哋客家文學吼，唔係。睇差唔多上到客家，就上到路頭擺。我哋唔希望有安尼一種傳統嘅嗰種刻板印象。嗰種人講行業一個正常嗬，嗰種立體嘅方式，係一個現代嘅方式，本然咁我哋感受到，也係多年嘅一種呈現。哦，嗰種人講希望行到呀，幾好看，嗬，也可以認識客家作品、客家作家，嗬，我屏東縣有按到。
優秀的客家作家，有安好的客家作品，又有安好的一個體驗，還有成分，豐富的成分內容，希望係本人安尼感受啦。觀眾朋友看今日節目，嗰種唔係有時間的話，嗬，嗰種有到我哋屏東一轉的話，記得去我哋嘅屏東1936文化基地入邊客家館入邊有一個就在前方那個232歲客家文學特展，一定要來看咯。有感謝我哋告訴我哋現場朋友按精彩事情。好，感謝主持人，好，感謝各位觀眾。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啲時尚來共下運動哦。各位福氣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到我哋的面書、網站，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的影片分享出去哦。